Hello， 咁多位觀眾，呢度係珠海上樓 Angel 啊。咁今日咧嚟到比較突然，點解咧？尋日發展商通知我哋所有嘅 agent 啊，直降4000蚊一平，就好似123同埋141兩個喺南灣首富嚟講賣得最好嘅改善戶型啦。因為咧佢係以個4代住宅嚟建築嘅標準啦，所以成個項目只有呢兩個戶型直降4000蚊。我啱粗略咁計算咗一下，如果你當其時買個123平嘅，總價係去到360萬到370萬，但係依家你如果買123平個房嘅話咧，318萬就可以攞低啦。大家可以感受下，如果依家買係咪直接幫你慳翻部車咧？咁後邊呢個位咧就係我哋嘅南灣首富嘅小區嘅登山棧道啦，全部都係正方嚟打造嘅，成個園林設計啦，包括成個珠海好多嘅地標設計都係正方呢個發展商嚟整嘅，所以睇到我哋嘅小橋流水，加上我哋嘅山景非常之舒服啊！加上而家從23年12月份開盤到依家，成個樓盤基本上園林俾到你，小區嘅配套俾到你。其實喺呢度住嘅話，未來嘅生活只會越嚟越方便，因為隨住珠海政府南灣新城嘅一個發展啦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到成個產業加咗入嚟，人流加咗入嚟，消費自然就會起身啦。咁我哋往大啲去睇，其實屋企門口咧就有個巴士站，坐車翻到港珠澳大橋啦，或者坐公交翻到個人工島口岸，包括拱北口岸啦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如果我哋平時個吃喝玩樂啦，加上我哋購物嘅話咧，5分鐘路程，1.4公里就可以直接去到北山大院同埋個華發商都，基本上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所以住喺呢個小區，我就覺得有個最大嘅感受就係喺市中心買一個鬧中取靜嘅一個項目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項目從細單位76平到85平，再到99平方，做到4房2廳2衛俾你嘅同時呢，剛需到改善之間嘅戶型就係121同埋143，就係接下嚟我哋要影嘅呢個項目嘅視頻啦。再往大啲就係145到170，再到185，再大啲可以去邊度呢？就係900萬到1300萬嘅一個疊稅項目啦。所以講呢個項目嘅包容性非常之強啦，加上你嘅居住感受，我都覺得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再往大啲去睇，其實好多人都覺得，點解南灣首富呢個項目對比於對面嘅新房啊，華發天使、樂怡居花園都好，貴咗咁多呢？其實我覺得以一個發展商嘅交樓標準去睇，以一個發展商嘅小區物業嚟睇，呢個項目係值得你使多幾千蚊一平方去買。點解？因為佢起到一個增值同埋保值嘅作用嘅。OK， 咁我哋跟住個鏡頭上嚟睇下我哋上面嗰呢兩套示範單位啦。因為兩套示範單位咧，佢整嘅樓層比較低，但係有2個單位，我建議俾大家着重咁睇下，因為可以睇到山景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咁我哋上去啦。從呢度開始一直到呢個入戶花園個位，全部都係送俾你嘅，設計感非常之好啦。因為佢交標俾你嗰陣時係個通道嚟嘅。封埋起身就係一個可以利用空間，打開就係一個開放式嘅陽台，鞋櫃位擺呢度，一啲空間都唔浪費嘅，採光非常之好，因為南北通嘅。OK， 從呢個客廳位開始，從呢埲牆一直到嗰邊係個7米個牆嚟嘅，呢間位咧可以設計間房出去啦。如果你覺得唔使咁搞，其實都可以整一個比較舒適嘅一個書房出嚟。電腦台啦，或者係個工作台。咁呢間房我覺得設計得好有必要，因為如果有啲親戚朋友過嚟嘅話咧，擺一張可以移動嘅床，都係一個比較唔錯嘅一個設計嚇。全屋都係個格力嘅中央空調啦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其實個吊頂咧係足2.95米嘅，非常之闊綽，空間感一啲都唔壓抑。其實我覺得141平方最大嘅遺憾就係呢個山景。呢個山景咧，其實嘅前面係俾少少嘅123平嗰個戶型擋住咗，但係喺西南向呢邊咧，可以睇到我哋山景同埋正方自己整一個小坡道，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到陣時交標你俾你嗰陣時咧，佢個背景牆唔係黑色嘅，係白牆嚟嘅。咁我哋睇翻個廚房啦。咁個廚房我覺得最大嘅亮點就係呢個雙開門嘅冰箱啊！發展商非常之有心思啦。點解咧？呢個冰箱唔係一個雙開門冰箱，佢係其實一個係左右兩邊開嘅，但係佢嘅收納空間非常之強。7件套嘅交標全部都係西門子嘅。
我哋嘅烤箱啦、消毒碗櫃啦、洗碗機啦、洗手池啦，加上我哋嘅露台啦，喺度有我哋嘅涼白，全部都係俾翻你嘅膠標。我覺得呢個顏色咧，交俾你嘅陣時好好打理，都好襟邋遢咯。加上我哋嘅廚房都有採光，因為而家從23年開始啊，到依家非常之多嘅 LDKG 嘅設計，我覺得都唔係好合理。因為點解咧，都有啲油煙嘅問題，但係呢種半開放式嘅，我覺得非常之舒服啊。OK， 睇下翻我哋嘅北向嘅陽台，咁呢個北向嘅陽台咧，呢度唔係膠標，呢度係俾你設計出嚟嘅，放一個細空一體嘅洗衣機啦，加上我哋個櫃體啦，同埋我哋嘅洗手池啦，同埋呢一個可以擺翻啲洗衣液同埋個實鹼粉啦，都得嘅。咁朝向嘅話係朝東北向為主，睇小區園林同埋我哋嘅舊小區嘅位，呢一個聽我都係膠標，聽我都係膠標，晾衣架嚟嘅。其實住喺呢個戶型最大嘅特點咧，我就覺得好舒服，俾大家睇下我哋嘅休息區嘅感受啦。第一個房間呢個次臥，只要係睇西南向嘅山景為主，其實呢一個位我覺得好舒服嘅點就係佢呢個飄窗非常之大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房比較壓抑嘅話，不妨可以試下將呢度牆、將呢個床移到呢個位，感覺呢個空間就大好多啦。加上呢個衣櫃位，全屋都係隔離個空調，所以都係分管機嘅設計。加上我哋嘅洗手間啦，洗手間嘅設計咧就係3段式嘅乾濕分離嘅3段式。但係我個人係有個疑問嚇，如果嗰陣時呢度裝個門係向外啊定係向內？如果向內嘅話咧，係肯定會打個腳嘅。你出嚟嘅話咧，係非常之唔合理嘅。所以呢個係我覺得發展商需要改進嘅一個點嚇。咁另外一個 BB 房啦，BB 房係朝北向嘅一個朝向，加上都係咁闊嘅一個飄窗，連衣櫃位都俾翻你嚟㗎。101%嘅得房率，我計翻落嚟嘅話，差唔多係有160個平方左右可以俾到你嘅。主人房係我最中意㗎啦。OK，270度嘅飄窗啦，所有嘅飄窗位你都可以設計，可以當衣櫃啦，可以當梳妝台啦，或者可以當自己平時嘅工作個位置都得。但係呢個牆到陣時交標俾你都係白牆嚟嘅，大家可以參考下發展商呢個設計，加上我哋呢個女主人嘅梳妝位。我覺得呢個點解要放呢度咧？當其時我都有諗過嘅，係因為呢個朝向嘅梳妝位嘅採光係最好嘅。最後嘅話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個洗手間啦，5星級嘅標準。點解咧？連呢個空缸嘅架都係俾到你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全智能嘅馬桶啦，都係杜蘭特嘅，加上我哋嘅3面筒嘅綠吧，同埋我哋呢個洗手池。呢個洗手池同正方之前賣緊嘅180方嘅差唔多，只不過咧佢係個單向嘅。OK， 咁今期節目咧主要係帶大家睇下正方南灣首府直降4000蚊一平嘅2個戶型，123同埋141。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不妨可以聯繫 Angel 實體帶大家睇下房啦。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